行转爱走。一太早晨抢人时，两树菜杂累累规划，细心细意像是土鹅爱。远远看佢哋像炸鹅毛，近近看佢像拍摄14细泥工。栏杆嘅规划隽永发力，甜麦芽加红糖，用泰国嘅慢慢步，西部文存美丽文化。地方爱有文化从细心包装小地方开始，创造有商品好东西。美丽转9种美食，细细转头豆腐鱼，包装客家规划百米几年来。清晨4、5点，采花达人们就得在园子里集合了。趁着花朵上还含着露水盛开的时候，把它摘下来，才会得到最饱满的桂花。像现在都是几乎都全新的，它比较没有，现在再到3、4月份，它就是大概5、6成新的，就会上面很多褐色的卸掉了。褐色就不要了吗？褐色就比较没有卖相那么好啊，就没那么漂亮啊。而为了保持洁净无污染和最完美的花型，桂花采集全程都得靠人工一朵朵慢慢的摘。摇的什么树叶啦、树枝啊、小虫啊，什么都会进去。那采的话比较干净，因为我们都是挑一朵一朵的桂花去酿的，所以在挑工上，其实我们就已经很耗时了。所以我们还是干净一点，不然你这么多杂质，你来挑工更贵。采桂花必须得在温度突然骤降低温清晨，赶在大太阳升起前采收。采完要马上冷冻干燥，才能保留良好的成品。这个就是，比如说它是在树上的时候，桂花树上的时候，那一般我们在采桂花的时候，我们会从它的这个地这边，直接用指甲去抠，让它一整朵掉下来，这个就是完整的桂花。那为什么要这样子采？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在后加工的时候，你这个没有落到地面上，它就比较不会去污染到。那它就不用再去做一些其他的后续处理。一般我们采桂花的时间都会早上为主，因为早上它清晨它会有露水，所以它的那个桂花开的时候会比较漂亮。那你如果说是比较晚一点去采的话，那桂花它其实比较不会那么的饱满，然后比较不好看。也比较没那么新鲜。它的桂花的品种是四季桂，那它一般的花季大概是12月到隔年的4月份左右。一朵朵小巧金黄色的桂花堆叠在筛子上，看了令人满心愉悦。桂花它本身是一个很娇贵的植物，因为你看它桂花它是小朵的，所以我们在采桂花的时候，它那个可能你采1个小时之后，可能只有这么多而已。那我们需要为什么要马上去做后加工这个动作？是因为它，你如果晚一点的话，它这个桂花它其实会枯萎，枯萎之后它会有点焦黄，它色泽就不是很好看。所以我们是当天现采下来之后，就赶快拿去制作，去工厂去做那个低温干燥脱水的这个动作，才可以保持它的干燥桂花它原本的黄色的色泽。它的第一个这样卖相好，第二个可以保留它的香味。经过低温干燥的桂花，还得用人工细细的筛选4次，排除杂质和破碎的花朵。第一段是用这个骰子筛，把那个多余那些杂啦，有时候是那个细沙啦，或是它的粉末，给它沥出来，还有一些小石子这样子。第二段我用甩的是要把那个桂花跟那个一些树枝、小树枝，还有一些小石头，给它分离这样子。第3道就是还是用筛这样。
好的是都在这个筛子上面啊，对，坏的都会流出来这样子。哦，就是一朵一朵都好的。嘿，是啊，这个是不好的。然后那个是第一次丢出来你不要的。对对对对。哦，有那个绿绿的。对，有这是绿的，叶子吗？还是梗？不是它的梗。梗。嘿，一天你很勤劳的话，就三斤。3斤了。嘿，3斤，对，勤劳。很费工。哎，是。花型不完美的桂花成了桂花酒的原料，而经过反复工序被筛选出来的花，才能够成为黄敏园要的花材。用苗栗当地的蜂蜜和麦芽糖熬煮，加上当地采集的桂花，熬煮成香气漫溢的桂花酿。一锅成功的桂花酿得熬到粘稠却不能烧焦。随着天气和每次花材的不同，全程只得靠人工来控制。桂花是这家手办公司的主力商品。创办人黄敏园当初创业时会选择桂花，是因为这花几乎等于他童年的回忆。这就是我小时候住的这个房子，它就是我们农业时期啊，大家就是胸博堂案的呀哈，大家可以在前面玩。那这个是一条龙的这个建筑方式，就像我们客家人讲的竹高错做狗木吧哈，就是整个一节一节的这样子。那我们前面多多少少就是会种一些这个桂花，前兰后桂嘛，就是客家人很喜欢这个桂花的香气。桂花就是富贵发财，兰花就是非常的优雅哈，很雅致的一个东西。前兰后桂挺牡丹，迎门松竹梅耐寒。尤其是兰花和桂花，向来是客家人最爱的庭园植栽。尤其兰花是贵气，而桂花则象征带来贵人的寓意。前兰后桂全是客家山城丰富的文化层次，在民众票选下，桂花也成为苗栗县的县花。而桂花雅致清香、低调不宣的特质，正是客家妇女的写照。农业时期，客家妈妈也以勤巧简朴的手艺，做出各种的桂花美食。每每看到桂花，黄敏园就会想到小时候，阿婆利用家里庭院的桂花做糕点给她吃的甜美记忆。因为苗栗这个地理环境非常的适合种植桂花。那我在小时候的这个经验呢，就是奶奶很常做一些桂花糕啊、桂花汤圆啊、桂花甜点给我们吃。然后这个以前家家户户几乎山城里面都会种几株这个清香的桂花，所以那时候有一个叫前兰后桂的这个形容词，就是我们山城这个文化这样。经营平面广告设计将近25年的黄敏园，他发现家乡有许多用心制作的在地传统美食，虽然有着浓郁的客家特色，但很多在地人却对行销没辙。为了让这质朴的苗栗文化透过美食能够被看见，他决定成立伴手礼品牌。而伴随着他成长童年美食桂花糕点，就成了他创业的首选商品。那它是整朵都是一朵一朵的桂花，但它泡茶叶茶，或者是你要煮桂花咖啡啊，什么都可以。它就是不用泡就可以了，泡就可以了。它预热，它的香气就会出来。那你就是不要用那个重烘焙的咖啡啊。这个是它不同的包装，就是你要送礼的话，这样子漂亮，这样子来送礼是还蛮
特别的啦。我觉得它这个桂花酿还不错，对，因为我们本身是有在卖咖啡嘛，我觉得它可以替代果糖，我觉得还不错，而且它有香气在，对，整个如果说这样单喝，我是觉得有点太甜了，如果说加那个拿铁，应该会还不错，对，量又不会使用太多，对啊，这个的话可能就是用在正餐，配馍或配饭，老人家或是我们小孩子来讲的话，可能是还没办法接受，可是我们应该可以接受。对。我是来自苗栗的一个客家人，那就是我在1994年的时候，就是从事广告设计、包装，帮很多业主呢做很多的包装设计。那这些业主呢，他比较不会生产跟行销把它兼顾，那他在通路上会做很多的局限啦。那这么好的苗栗这么好的东西，他没有办法发扬的话，我是觉得还蛮可惜的。我会很想说要把这些东西可以就是分享给大家这样子。那我想说，透过我的一个专业做这个包装的专业呢，就是我自己成立这个品牌来帮他们行销。所以我当时在2010年的时候就一个想法，我想说就是以这个山城美食哈嘎邓都的这个定位来做这个行销苗栗的这个伴手礼这样。黄敏源把小时候客家老房的窗棂和老辈以前买东西的竹编篮子做结合，成了包装设计上的发想。这个是我们客家人在过去我爷爷那个时候的一个想法，就是他很常在农忙之际就会编一些竹篮啊，或者是本鸡啊什么之类的，就是笠帽啊，他都是用竹编，所以我就想用竹编来试试看，来做这个包装。那它这个可以重复利用，然后在厨房里面是非常好的包材，就是可以放这个辣椒啊、蒜头啊，什么都可以用。那这个呢，这个只是一张纸，所以它也是环保的。我的那个设计的想法就是，它是一个窗棱，就像一个圆楼我们要透视窗棱透视这个圆楼一样，对。外包装是以客家圆楼为发想，扁平宽口、容易夹取的玻璃瓶当作容器，新时尚造型搭配竹篮底盒，凸显竹编在客家文化的特殊意涵，创造不易取代的市场差异和辨识度，在传统中注入新的通则后，优雅地走入严苛市场。苗栗就称猫李，黄敏源就称它的豆腐乳叫猫李花砖。每年夏天，由附近的外师坛社区妈妈手中酿制。那你觉得就是从设计转到食品会不会很难？因为我喜欢，是我喜欢做的东西，所以是还好。而且每次做出来，如果说它是一个大众非常能接受的，或者是在包装上大家都非常喜爱的，这个就是一个成就。客家的桐花加上环保材质的瓦楞纸，做成了桂花酿的精美包装。设计的理念呢，第一个就是要环保第二个就是要特别古朴，就是可以形容这个客家人的一个节俭的精神。就是我们这整个包装呢，这是在2014年得到那个客家文创奖，就是这个是我们苗栗县的五月雪，就是油桐花。那这整个的是一体成型的，就是瓦楞纸，然后也没有印刷，就是非常环保的。这个是桂花酿，我们客家话很多桂花酿，这个泡茶、泡咖啡、牛奶、奶茶都可以。那可以煮很多的料理，桂花汤圆啊、桂花莲藕啊，非常多的，对呼吸道非常的好。许多当地的特产在黄敏源的巧思包装下，让更多外地人可以在品尝美食手办之余，对客家文化之美有了更深刻的体会。行转爱中。
一太早晨抢人时，两树菜杂累累规划，细心细意上系土鹅爱。远远看佢哋像炸鹅毛，圈圈看佢像拍摄摄氏细泥工。栏杆嘅规划铿锵发力，甜麦芽加红糖，用泰国嘅慢慢煲，西部文存美丽文化。地方爱有文化从细心包装小地方开始，漳州有商品好东西。美丽转九种美食，细细转头豆腐鱼，包装客家规划百米几年来。筛选后留下来的桂花，除了拿来酿桂花酒外，还可以加入豆腐乳中，成为黄敏源伴手礼品牌最热销的桂花豆腐乳。桂花酿是我们第一个生产的东西，那客家人他是非常勤俭的。那我们挑剩下的桂花呢，它还有一些梗或者是一些屑比较没有完整的花朵，我觉得它太可惜了，我就会自己拿去泡酒。泡了酒之后呢，这个酒也不能喝太多了哈。我就想了一个方式，就是做成豆腐乳。那时候我就把我过去的业主他很会做豆腐乳的呢，跟他结合。那他做出来的这个桂花豆腐乳，就是我们的第二支品牌。黄敏源豆腐乳其实是委托外师坛社区妈妈制作，完全手工曝晒制成。每年的7月到9月限量贩售。多年来开发了9种口味。其中桂花口味是最热销的产品，每天就很开心，在这个社区，就像中午一样，也是要卤那个豆腐乳的卤肉给大家阿婆吃。7月开始的，7月开始做3个月，大家就做得很开心啦。嗯，对啊。那就是期间限定就对了，过了这个时间就没有。对了。因为我们做时间短呢，所以我们马上就要放出去，不要留存很久。我们老人家一个人在家里也是无聊了哈。他说好了，来去了。我说好了，啊，就结果就来到这里，就不知不觉就不知几，我也忘记几年了。那还有80几岁的，我们也是80几岁了，啊，就那边聊天啦，还有吃饭啦。早上就来到这里啊，也是当志工啦，就这样子了，啊。那您觉得就是做豆腐会很辛苦吗？很辛苦，要一盘一盘啊，拿去太阳晒太阳，晒了好要不知道几个钟头要扁啊，要转过来给它晒嘛，就很辛苦了。这个是社区妈妈的客家好口味，所以就是因为他们做过，我才觉得啊真的很好吃，但是他们不会行销。然后我就拜托他们来帮我做，那我来行销这样。因为自己是单亲，然后我就觉得，单亲的那个妇女要找工作其实不容易，要兼顾家庭。那我当时在跟这个社区妈妈合作的时候，我就发现，也蛮多单亲妈妈可以来做这份工作，就觉得很有意义啊。我们算是高年龄的一个社会。那让我们这些长者能够有参与，他们真的是很开心，他们也很愿意来推动这一个产业啊。然后就是觉得说，做这个豆腐乳不但他们有增加他们的自信，还有增加一项技能。再来，他朋友来的时候，他的亲戚朋友能够分享到他的豆腐乳，他也觉得很开心。豆腐乳我们会跟着18乡镇的所有它比较特别的一些东西，像大湖的草莓，或者是公馆的芋头，或者是竹南的姜黄，就是利用他们的一些当地生产的食材，来做出各种不同口味的这个豆腐乳。身为单亲妈妈的黄敏源，就是因为体会过单亲创业的辛苦，她特意选择和在地妈妈们的好手艺合作，让外师坛社区最有名的豆腐乳，透过它的行销包装，创造更好的收益。它的包装做的算是很漂亮，因为我们之前做是自己吃就没有包装，但是我们自己吃就看起来没有那个包装的那种效果。然后经过黄小姐的巧手，她做过包装以后，这个包装就很漂亮了，这样子就是可以这样引起人家那个注意啊，就看起来就很好，这样子就会有购买欲，这样子。也是替那些阿婆他们有一个工作，他们又不会无聊，这样可以凝聚在一起，这样子。听说也有帮到一些单亲妈妈，或者是有，
有，因为他们都空的嘛，然后说我们就利用7月份暑假的时候，天气很热的时候，就请他们帮忙帮我们做2、3个月这样子，他们就有一点收入的话，就不会无聊这样子。一个社区它是非常干净的一个社区，我觉得他们在做豆腐乳，这个味道是非常的好。那当时我们的量是还不多的时候，大概几个富人家大概就可以。那后来就是开始量慢慢大起来的时候，我们就找了很多，就俗称800壮士这样子。那是他一天是800块。他们这样制作的时候，我觉得最大收获是在凝聚大家社区的一个情感，或者是有一些独居老人啊，我觉得他们出来这样做这些事情，也可以让他彼此有一个照应这样子。我觉得这个是另外的一个收获。从一开始的5、6位社区妈妈，到现在已经有20多位投入制作豆腐乳的行列，一天产量可以达到2000瓶左右。黄敏园和社区妈妈合作豆腐乳，每一年都是限量发售，能不能买到，端看客人们的运气。都是纯手工，而且是要放半年以上才能吃，对，所以它会非常花一些时间。那它的量比较没有办法，我要多少就是多少，它是要看天气。每年6到9月做，如果台风非常多的话，它可能量就没有办法做到足够。客家人勤俭持家、爱惜物命的好传统，完全在黄敏园身上体现。他把制作豆腐乳剩下的酱汁，加上在地的大白菜豆腐乳，就成了另一项受欢迎的客家风味泡菜。手工断切，去青除色，加入独家的酱汁，再浸泡入味。而切下来的白菜头和不要的叶菜也不浪费，送给附近的农舍当做猪只的饲料。为了让苗栗客家的美食能有多款的吃法，让腌渍物不再局限于只是配菜的角色，伴手礼品牌年轻一辈的设计师经常开动脑会议，和黄敏园一起研发新的食谱。可以再涂多一点，可能我吃比较久。其实我们之前是煎法式吐司，然后再抹上，然后再烤这样。那这一次因为现在很夯的气炸锅，就是用气炸锅，比较方便啊，简单。这个可能可以配个酒酿汤圆来吃的。我们平常就是酱汁啊，可以拿来蒸鱼炒菜，就腐乳空心菜啊、高丽菜这些，然后也可以把那个酱汁拿来做豆乳鸡。像我们现在就是气炸锅就是很夯，然后我们就是把那个鸡翅一起下去腌，腌完后就是放到气炸锅里面，然后它出来就是已经就是还蛮入味的，就是还蛮配的。桂花酿就是因为它其实它止咳化痰，那我们一般夏天的时候都会把它做成金桔柠檬，就是加金桔柠檬去，然后就是取代那些果糖，然后可以做酒酿汤圆，像秋冬的时候就是吃酒酿汤圆都还蛮补身体的。就是我们一般卤猪脚的时候，也可以取代冰糖一起放进去，然后它出来也会有就是亮亮的，然后也是就是取代它那个糖的部分这样。用桂花酿代替冰糖卤出来的猪脚，不仅减糖更健康，还带了点桂花天然的香气。而在烤鸡翅上刷上一层桂花酿，烤出来的肉品更油亮，也更香甜。另外，用气炸锅烤桂花酱吐司，或是利用豆腐乳的酱汁代替咸酥鸡的调味料，都是简单又美味的食谱。而豆腐乳这样的食用方式，不仅简单，也更有时尚的潮味。太多吃法了，它这个豆腐乳，我们就是除了过去的一些吃法之外，我们也研发了非常多的一个吃法，就像红酒配cheese，你把红酒来配豆腐乳，它是中西合并，擦撞出的火花是非常完美的，也可以配威士忌。这些创新的食谱经过黄敏园的精美设计，
随着产品一起送到消费者手上。在我们的产品上面，我们都会去附这个小册子，然后里面都会有我们研发出来的一些产品。那简单的就是可以告诉大家说，它可以用在哪一些地方。然后桂花酿啊、豆腐这些都可以拿来泡茶、泡咖啡，酿东西都很好用，就是方便大家购买以后回家都可以拿这个就是来看一下参考。在它这个我们出了各种大小，就是符合不同的客户需求，然后就是像有些年轻人可能要送礼啊，或者是办公室，它就有小型的，就是像还蛮多年轻人就是会去买这种小东西送，它就是可以在办公室泡咖啡的时候就是弄一点，然后就下去泡，然后也很可爱小小的。直接泡茶叶茶，或者是泡那个桂花咖啡、黑咖啡就可以了。黄敏源个性直接又爽朗，他觉得好东西就是要和好朋友分享，只要有可以展示推广场合，他都把握机会尽量参加。不只要求公司伙伴排班到活动会场进行试吃推广，自己也化身为最佳推销员。我也是客家人啊，我也是客家人。你这个肉皮哈，回去我给我夹再拍一点。所以以前有回甘哦，回甘，这样送礼也很好啊，自己吃也很好。在这场台中灯会的活动里，最热销的还是黄敏源最得意的产品桂花酿和豆腐乳。透过一次次的试吃，不仅推销了在地家乡的产品，也分享了他小时候阿婆做桂花糕点给他吃的美好记忆。坚持客家原味的初心，黄敏源在自己家乡的18乡镇中寻找社区妈妈的好手艺，结合自身的设计专业，合力研究开发，循古法手作生产，就是要将家乡的美好传递给更多人知道。我一开始就是做广告设计的，所以包装过很多的这个包装设计，那很多都是苗栗在地的好东西，客家的元素，比较古朴的，那也是环保的，我觉得这些元素是未来的一个趋势，对整个地球的一个责任啊。这个也是有得到这个的，当年的那个文创奖，是苗栗县的文创奖，就是只要看到这个葫芦，就会想到这是这一家的饼。我们是帮助很多这个在地的一些土产包装过，但是他们只能自己去做行销。但是我们希望就是在地的一些大企业啊，就可以客制化自己的一个企业形象的这个包装。你可以放置很多苗栗县的一些客家人的东西，就像令草啊，或书签啊，或者是一些豆腐乳茶叶啊、东方美人茶啊，都可以。一份怀念的味道，换取过去的记忆。在吃的感动中解析前人的生活与智慧，以其焕发产品新生力的包装，透过伴手礼之姿，让年轻的后代及外来旅客都能分享这客家妈妈的好味道。经营的理念就是我一定要在地，最好是在地的原物料，加上就是不一定纯手工，但因为现在都是经济效益，但我们大部分现在的还是手工在做，目前手工还可以 cover 这个出货量，唯有在地才能国际嘛。我觉得路走对了，你就不要怕遥远。黄敏源的伴手礼事业到现在走过了10个年头，这2年他也成为 OTOP 的辅导厂商，让延伸触角，除了增加在地妇女2度就业机会外，更要将社区产业带到国际上，实践让猫礼文化被看见的初衷。这10年来，就是我们在市场上一开始就是网络的通路，后来就做很多这个实体店面的通路，那慢慢的就这几年就走向国际化。我们曾经去过的国家在美国、新加坡、马来西亚，还有泰国、菲律宾，对，华人多的地方。那他们的反应怎么样？很好啊，我们都是一直都会有订单，而且每年他们都会邀请我们去。一份儿时记忆造就了黄敏源的手办事业，也让客家庄的文化底蕴和美食记忆透过他巧思设计的手信，深入了有缘来参访的人们心中。